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昨天从列王记上的第15章看到北国的第二个王拿达，还有北国的第三个王巴沙。那我们通常说北国有19个王，南国是19个王以后。那但是我们今天在图表上看到北国有20王，主要就是在第六和第七，是第六这个提比尼。好，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一段经文，有的会承认提比尼是王，有的没有把提比尼算进来。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16章的1到28节。上主的话临到汉拿尼的囝亚户，叫伊接比巴沙，讲：我有对土粉的中间提拔你，设立你做我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你竟然行亚罗波安的路，互我的子民以色列陷落罪，叫我受气。看咧，我要除灭你甲你的家，嘛要互你的家甲尼巴的囝亚罗波安同款。所有属巴沙的人，死伫城内的狗会甲食，死伫野外的空中的鸟会飞来食。巴沙其他的事迹，甲伊所做的事，甲伊的成就，拢记载伫以色列的王书。巴沙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得撒，伊的囝伊拉煞接伊做王。上主通过哈拿尼的囝先知亚户接比巴沙甲伊的家，因为伊甲亚罗波安的家同款，做上主看做歹的事，搁因为伊杀死亚罗波安全家，激动上主受气。16章一开始讲到一位先知叫耶户，那他的爸爸叫哈拿尼。哈拿尼，我们昨天在提到亚萨的时候，被南国第三个王亚萨，那有提到亚萨年老，被上帝的先知所责备就是这位哈拿尼在历代志下的第16章7到10节。那他的爸爸哈拿尼是爸爸来责备北国的先知，倚靠这个军事外交、金钱外交，但是没有依靠神。而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呢，来责备北国的第三个王巴沙。好，那这巴沙呢是篡了拿达的位，就是杀了耶罗波安。好，那这也是上帝的旨意。那第2节、第3节、第4节这一段话呢，上帝也告诉巴沙，同样的话呢，跟14章的地方，上帝之前对耶罗波安的警告一样，就是他们被上帝所提拔但是呢，忘恩负义，忘记他们怎么样当上了王，忘记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坐在这个位置上，而他们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就把上帝抛在脑后。所以上帝也预告巴沙家的人死在城中必被狗吃，死在田野必被空中鸟吃。那5、6节呢，讲到了这个巴沙其余的事，以及他死后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来做王。好，那这个刚才一开始第1节讲到这个耶户呢，耶户呢跟后来北国的第10个王，耶户是同名同姓，名字是耶和华是他，但是身份完全不一样。那这里16章看到是先知耶户，他的父亲哈拿尼也是先知。那在第7节的最后一句话，那讲到说巴沙惹上帝的愤怒，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而且巴沙又杀了耶罗波安全家。那但是我们就会怀疑说，上帝就是要惩罚耶罗波安，所以才又兴起这个巴沙来除灭耶罗波安的全家。好，那为什么这里又要怪在巴沙身上呢？那在原文当中最后这一句呢，他杀了耶罗波安全家，原文是他杀了他，只有他杀了他，所以并没有清楚指出是谁杀谁。好，所以可能是巴沙杀了耶罗波安全家，但这句话也可能是指上帝就杀了巴沙，他杀了他。好，我们继续来看第8节，北国的第4个王以拉。
犹大王亚撒第26年，巴沙的囝伊拉伫得撒做王，统治以色列2年。伊的人生心理就是指挥战车队一半的军官背叛伊。伊拉伫得撒，伫王宫的管家阿杂因兜食酒醉的时，心里立去甲伊抬死，篡伊的位。这是犹大王亚撒第27年的事。心里一个坐位统治，就杀死巴沙全家，包括亲人朋友，拢无留一个查甫人。安尼，心里除灭巴沙全家，拄拄照上主通过先知耶户攻击巴沙的话。这是因为巴沙所有的罪，甲伊的囝伊拉的罪，因2个人互以色列人陷落罪，击败虚假的神明，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伊拉其他的事迹，甲伊所做的事，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好，那第2王朝，好，就是由巴沙篡位，好，交给他的儿子以拉。那巴沙呢，在位有24年的时间。好，那他的儿子呢，以拉呢，好，有2年的时间呢。以拉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橡树，好，橡树。但是呢，以拉在他的父亲巴沙死后呢，只有登基短短2年哦。那这2年呢，就被他的大臣辛利，好，那这辛利呢是一个管理整个北国以色列一半的战车的军官哦，好，所以是他的一个武将背叛。那辛利的意思呢，好，这个名字呢可能好是来自于亚兰人哈，是一个亚兰的名字，好，意思是我的音乐。好，那不管这个辛利是不是以色列人还是亚兰人。好，那但是呢，好，这个辛利呢，用我的音乐来背叛了他的老板，好，就是以拉。那趁着以拉呢，好，去在管家亚杂的家里喝醉的时候，把他杀死，又篡了位哦。好，所以这个辛利呢，好，就建立了北国以色列的第3个王朝。好，第一个是耶罗波安。那第2个呢，就是巴沙，好，跟他的儿子。在第3个王朝呢，好，就是辛利哦。好，那这时南国的王呢，都还是同一个人哦，亚萨。好，因为亚萨在位的时间好非常的长，总共41年，所以北国呢，甚至陷入一团的混乱当中。好，那11节讲到辛利呢，一登上王位就杀了巴沙全家。好，这就应验了这个一开始这个先知哈拿尼的儿子耶户的预言。好，因为呢，巴沙的罪呢，就是使以色列人陷入虚无的神明了。好，虚无的神明就是虚无的意思。好，这基本是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枉然。好，那所以呢，这个巴沙的王朝，好，那也结束。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北国的第5个王哦，辛利。犹大王亚撒第27年，辛利伫得撒做王7日。迄时军兵拄扎营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城，营中的军兵听到辛利背叛，搁杀死王。迄日以色列人民就伫营中设立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暗利甲以色列军兵对基比顿上去，围困得撒。辛利看到城已经破，就入王宫内面的堡垒，放火烧王宫，家己死伫内面。这是因为伊有犯罪，做上主看做歹的事，行耶罗波安的路，搁互以色列人陷落罪。辛利其他的事迹，甲伊的背叛，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好，那北国的第5个王呢，辛利，好，建立了第3个王朝。好，那但是呢，这个非常的短哦，只有短短的7天。好，那也就是1个礼拜。
而且呢，这个事情的发生呢，就是他们去攻打基比顿了。基比顿我们昨天在15章27节的时候呢，有提到这个同样这个城基比顿，那时候就是巴沙在那里呢背叛了拿达篡位。那现在呢，新利呢又在基比顿篡了这个以拉的位所以基比顿这个地图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就是属于非利士的地方他们常常北国要去跟非利士交战。但是呢，当他篡位，那在军中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在基比顿的这个地方呢，又立了元帅暗利，为以色列王所以呢，这个新利呢，其实他篡了趁这个王以拉喝醉的时候杀了他，自己当王可是呢，在外面呢，有一群人不服他，又立了这个元帅，那就是暗利。暗利的意思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门徒。那暗利呢，就从基比顿回去到得撒。那就是暗利呢要围困新利。那新利呢第18节，看见城被攻破，他就进了王宫堡垒，做什么呢？放火烧宫殿意思就是要同归于尽，最后呢是自焚而死那19节说，因为他犯罪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以色列人陷在那罪里。他做王也只有7天，他能够怎么样使以色列人陷入在罪里？其实并不是他要做什么，而是他做王的时候，他就没有认定神，他是用篡位抢夺，那他一样是跟随着耶罗波安的这个可以说是耶罗波安的门徒，来信奉耶罗波安所设的这个金牛犊所以以至于呢，上帝呢也责罚责打他。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北国以色列的第6个王暗利也是第4个王朝。好，那这是在北国呢第3次的篡位21节，迄时以色列人民分做两边，一半对基那的囝提比尼要设立伊做王，一半对暗利。毋过对暗利的人民比对基那的囝提比尼的人较强，提比尼死，暗利就做王。犹大王亚撒第31年，暗利做以色列王，共12年，前6年伫得撒做王。暗利用70公斤的银对撒马买撒马利亚山，甲山顶起城，就照迄个山的地主撒马的名，甲所起的城号名叫做撒马利亚。暗利惊上主看做歹的事，比以前所有的王搁较歹，因为伊惊尼巴的囝亚罗波安的路，互以色列人陷落罪，去拜虚假的神明，激动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受气。暗利其他的事迹，甲伊的成就，拢记载伫以色列列王书。暗利登去伊的列祖遐了后，安葬伫撒马利亚。伊的囝阿哈煞接伊做王。那这个案例呢，它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的门徒他是被众人拱出来，在非利士的基比顿的地方呢，知道这个新利篡了以拉的位，所以他们就7天，就攻打回去，围困这个得撒，那新利呢就放火烧宫殿，而自焚而死。但是呢，暗利作王，但是呢，以色列百姓呢，在这时候分为两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张图表，北国为什么有20个王？那就是如果是20个，就是加上现在这里的这个提比尼提比尼的意思呢，就是聪明的，聪明的。有一半想要跟随聪明的，但有一半想要跟随暗利，暗利是耶和华的门徒。那显然暗利的呢，跟随暗利的比较多，一直等到提比尼死了，暗利就做王，没有其他的对手。这时候已经是犹大王在位第31年，
所以刚才是27年，好，新历只有做7天，好，暗利呢就干掉了新历，好，应该说新历是自焚。现在是亚萨的第31年，所以大概4年多的时间。所以提比尼呢跟这个暗利呢，好，以色列呢自己又分为两半，好，将近有4年多的时间，好，4年多的时间。那但是呢，暗利一上来呢，好，他先在得萨做6年的王。那这里提到呢，暗利去设了撒玛利亚城。撒玛利亚城怎么来的呢？是用厄他连德。啊，厄他连德就是70公斤的银子哦，70公斤的银子在今天大概不到10万美金哦。好，那来跟一个人叫萨玛，好，所以撒玛利亚呢其实是纪念这个人。好，萨玛的意思就是被保守的。好，所以撒玛利亚城就是被保守的城啊。好，用这个被保守的这个名字来取这个城的名字。那为什么要建这个城呢？很有可能就是新历呢，好，他放火烧宫殿，好，把得萨的宫殿给烧了，然后自焚而死，好，所以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新的城。但是呢，暗利呢，好，其实从暗利开始，好，暗利做王有12年。接着他的儿子呢，亚哈22年，好，然后呢，暗利呢控制了以色列呢，总共有4代，好，有4代，好，4代总共在北国有48年的时间，好，那除了改这个首都从德萨来到撒玛利亚之外，还有呢，就是他引进了巴利哦，好，我们在明天接下去会看到亚哈跟巴利，还有他的王后耶喜别，好，跟这个亚瑟拉，好，这些呢迦南的神明的这个可恶的罪行呢，好，也就是让整个北国以色列陷入在这个愁云惨雾当中，好的这个48年的当中经历了暗利王朝4代啊。好，那我们从这张图呢，好来看，就是案例呢，从德萨，那另外呢，好又迁城，好往西来走，好建了撒玛利亚城，好用70公斤的银子啊，好我们之前看到所罗门的金子，好之后呢，发现现在看这些银子，觉得都没有什么价值。好，但是呢，好在圣经当中仍然记载下来啊。好，那所以案例好，他的本来一个对手是提比尼，好，但是因为死的比较早，好，所以案例就接续来做王啊。那么从这一张timeline 的时间表来看呢，好，其实南国都还在同一个王，好，就是亚萨王，好，亚萨好就是南国的第3个王。好，可是北国呢，已经来到了案例是北国的第6个王哦。好，我们从这个巴沙之后，好，又接着以拉，好2年，新历7天，暗历12年了。好，所以呢，好在南北国来讲呢，北国这段时期的好也是相对的混乱好的时期。好，那因为他们心中都没有神，好，谁当上了王位，好都是凭自己的本事手段，却没有要像大卫一样，好要来寻求上帝的心意，用诚实顺服的心来面对啊。今天的金句在16章18节，心里看到城已经破，就入王宫内面的堡垒，放火烧王宫，家己死伫内面。在马太福音26章52节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好，当人用不义的手段所夺来的，好必被用更不义的手段给夺去哦。好，那我们今天也看到案例呢，建了撒玛利亚城。但是可能是在山上建造一座外表让人羡慕或是让世人看见的城，可是里面呢却没有以上帝为中心。好，我们在生活中、工作中、服饰中，好，是否也在建造自己山上的城，而忘记要以上帝为中心呢？好，愿今天的经文能够提醒我们，世界的成功不等于上帝的悦纳。没有上帝的同在的野心，好，不过都是虚空，好，因为今天的经文好出现2次虚无的神明，好，以虚无的神明惹耶和华的愤怒啊，好，所以呢，求神能够时时与我们同在，不论顺境逆境，都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看见在北国短短的时间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纷扰也让我们来思想在政治上是总是无常，并非很久，也让我们明白我们在每一个位置上、岗位上都要学习谦卑。与神同行，知道这都是上帝的旨意，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在今日的位置上，主也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能够寻求与神有正确合宜美好的关系来服侍。而不是自高自傲更不是凭着手段，更不是为了建造让世人看见的城，而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